东突厥3集中营设计的强制劳工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近日有美国媒体披露，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当局今年在所谓在教营附近增建大量厂房，以便强制少数民族劳动生产。外界一直把东突厥3在教营与强制劳动画上等号。美国新闻网站 BuzzFeed 翻查卫星图像发现，该地区至少有130个营区设有工厂。该网站表示，东突厥3当局把大量维吾尔族人强行关押在在教营的同时，不断加建新的工厂。估计目前这类简易厂房总面积达到2100平方英尺。该新闻指出，在2016年开始的强迫劳动活动范围内，有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受雇，其中大多数工厂是在2018年建成。中国日前批准和土耳其签署的引渡条约，逃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心生恐惧。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12月30日在一次记者交代会上表示，土耳其保证不会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乔乌什欧卢还表示，中国核准引渡条约，就说土耳其将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但他补充说，这仅适用于有罪的人。土耳其和中国于2017年签署引渡条约，同属突厥民族的土耳其被视为维吾尔人逃避中国破坏的避风港。乔乌什欧卢强调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多次向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提出了引渡要求，但土耳其在这方面没有采取步骤。他说，我们必须区别恐怖分子和无辜人民，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说这不应该被滥用。我们告诉所有人，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不接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破坏无辜人民。他还指出，来自中国的疫苗的推迟和土耳其对维吾尔人的对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欧洲联盟12月30日宣布与中国原则上达成全面投资协定，不过这项协定却因中国侵害人权，未实质承诺将批准禁止强迫劳动国际公约未正式签署前，已掀起巨大反对声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谈。欧方会后宣布原则上完成谈判，但这只是第一步，欧中接下来尚需时间确定协定最终内容，且需送欧洲议会表决同意。协定规定，中方对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和永续发展3点作出承诺，未来将开放欧商投资飞机制造、云端服务、电动汽车、金融和医疗等行业。周一，欧盟委员会报告了与北京方面谈判的进展，包括中国劳工权利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此前有报道称，中国利用大量东突厥3地区被拘押的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强迫劳动。美国12月30日表示，向部分欧盟商品加征关税，包括飞机零件以及德国和法国的酒精饮品。新关税是美国和欧盟就民用航空补贴问题争拗的最新行动。双方16年来就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巴士获得政府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争拗不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日发声明指出，将向飞机制造零件和部分武器、葡萄酒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干巴白地蓝增加关税。声明未有提及美方何时实施征税和相关加幅，仅称有关细节会即将公布。英国议会下议院30日以521票赞成、73票反对，通过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贸易协定。英国政府官方网站公布，英国国会议员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脱欧贸易协议，为31日晚11时该协议生效铺平了道路。该贸易协议于12月24日宣布达成，它制定了英国在今年早些时候退出欧盟后有关双方新关系的条款。该协议将从1月1日起生效，取代一项过渡期安排。
英国在过渡期内仍遵守欧盟规则。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三签署了与欧盟达成的应退贸易协议。在文件从布鲁塞尔抵达伦敦后，他在欧盟领导人的签名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